煮米，这做煮米较好食。坚持使用好材料，打板师傅张刘秀英对于每一个步骤可是讲究得很。3点钟久。从浸米、磨米、包馅儿到打板，全部的程序，张刘秀英都坚持自己来，不假他人之手。你看我无穿咗即么摕你看看有。你哪知这一斤？知咯，我哪唔知。制作新丁板有21年的张刘秀英，其实是半路出家，全都是因为别人的一句话，就一头栽了进去。人讲叫我讲诶，你做过真好赚啊！我就是讲我都唔捌做到这样。好啦，试看卖啊！哎，我做较规身躯汗、流汗哦。啥物人要教啊？大家搁行，我来甲小手生理啊。咱爱去看，看伊做安怎做，我互你看。失败的痕迹在张刘秀英的手上留下好几个疤痕，但是她从不向命运低头，甚至连制作成本都不计较。用的油吼，拢好油啦，1斤200外的油去做啦。啊，我赚较少啦。伊讲阮这较食了较健康。好，食。好。啊。有饱吗？你用这哈。甜腻滋味吃在嘴里，更化成一股动力，在心中支持张刘秀英继续着传承工作。因为新丁板在东市已经流传100多年，新丁指的是家人新添的男丁，板则是客家人将糯米做成糕点的名称。新丁板就是庆贺家里多了一名男宝宝所做的糕点，而这项习俗就慢慢演变成东市特有的元宵新丁板节。每年元月15号，小小的东市镇就好比不夜城一般，全镇里民都来庆祝，祈求神明保佑，年年岁岁平安。艳红的新丁板代表欢喜新生，象征希望无限。透过秀英一双巧手，传递客家100年文化。东市新丁板甜甜的滋味，融化成我的感动时刻。